日本加强的放假 Party 卡孔明台语台推出台语配音的版本嘛伫网络顶悬引起真侪讨论。为着要改变台语的台词，呈现无共时代讲话方式配音团队是历了真侪功夫，咱们做伙来了解。这种菜到底是叫啥物哈？花啊，饮茶茶，我啉酒嘞。这个是跟那线卡共款。速八干啊！孔明来到现代会发生什么大事代？公司台语台预告要推出台语版本的日本放假派对卡孔明，随伫网络顶引起讨论，不少人拢真期待。孔明来到现代，拄着想要做歌星的英子，变做英子的军师，实现伊的梦想。替女主角配音的配音员是伊木宣平，伊过去较接配台语的儿童节目，所伫讲话拢较慢。即摆配的即个角色，少年佮活泼，讲话较紧，个性也较赤条。所伫配的时阵，声音就会较少年款的。因为互囡仔人看的，就是讲话较慢，互因知影讲台语安怎讲。其实是教育的成分较侪，啊，毋过即种互较大的年纪的人看，就是你讲话较紧的，安尼较少年啊。这出放假有古早人，也有现代人，甲英子比起来，来自古早的孔明讲话方式就完全无同。配音领班伫咧顺台文稿的时，特别需要激头脑壳。看你的打扮，应该是孔明吼。这是在下小生主角，名亮字孔明。台语老师提供的这个较我字幕的翻译的这种台文，来完全改造现代人日常生活会讲的这个对话，孔明甲别人讲话拢无共款，敢若伊讲的是古早时代的话，较古装的感觉。派对卡孔明这个月25暗时8点就会伫台语台14台放送。所来台语台也按算要推出人气真旺的日本放假 Spy Family 的台语版本，呈现台语的多元模样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